後來為今仔日6月初1開始，70歲以上的鄉親，若收到監理機關換駕照的通知書，都要照規定去換駕照。為着要方便偏遠地區的老大人換駕照，監理所甲鄉公所推出着一站式的服務，像屏東的九如鄉，一透早就來420個長輩要換駕照，因講安尼真方便，唔免走來走去。屏東九如鄉的圖書館一透早店滿滿攏是時代，原來大家攏是要來換駕照。攏總420個民眾來到這一站式完成體檢上課換駕照，時代講唔免家己走一轉，真正介方便。這個是很便民，比較便民的哈，就是說不用一個一個跑去監理站啊哈。對，不用再跑來跑去。為今仔日6月初1開始，70歲以上的高齡駕駛，若收到監理機關的換照通知書，就要照規定換駕照，把相關的資料傳好，體檢、上安全教育課程等等。若為着方便偏鄉的地區，高齡駕駛人就近辦理換照。高雄區監理所甲鄉公所嘛推出一站式的服務場次，一條龍全部一概完成。這是全台灣第一個鄉鎮啊！由鄉公所來舉辦換駕照的作業啊！而且又一貫式的服務啊，這邊到監理站應該差不多15分鐘至20分鐘的車程啊。但是啊，因為台三線啊車水馬龍，車輛非常的多啦。其實為了長輩的安全啊，及免於奔波啊，所以公所才辦理這個業務。咱屏東符合70歲以上，差不多24000的人的民眾伊需要來換駕照。這站式的服務，讓時大人做伙來遮，做伙上課換駕照。不少人嘛講真趣味，袂輸咧辦同窗會，意外引起話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